Hello， 你好，今日咧帶大家嚟睇呢個位於跑馬地桂城里18號嘅屋苑成和閣。呢度咧實用面積有773尺，雜物比較多啲，但係呢度裝修咧非常之新淨，圖則咧四正正，非常好用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。由玄關入到嚟咧，我哋見到呢個方正實用嘅客飯廳，右手邊咧有一隻大窗。景觀咧望返馬會俱樂部，而飯廳呢邊咧左手邊擺咗個鋼琴，同埋一個天花嘅儲物櫃，右手邊咧亦都有一大排嘅儲物櫃喎，儲物量非常之豐富。呢個浴室咧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主人房呢度咧有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三邊落地喎。前面咧有一張書台，呢邊咧亦都有一大組嘅衣櫃，而主人房嘅浴室咧，呢度有一個鏡櫃，而主人房嘅浴室咧採取咗浴缸嘅設計，呢個主人房咧面積非常之實用，而景觀咧亦都係望返跑馬地會所嘅一帶。呢間睡房咧有2張碌架床俾小朋友使用，呢邊有2隻窗，除咗2個碌架床之外咧，呢度亦都有一張大嘅書台喎。另外呢個房間咧，景觀亦都係望返廳嗰個景觀。呢度咧有大量嘅儲物地方，而上面咧而家就係工人姐姐用，而呢一邊咧亦都有一組嘅衣櫃喎。廚房有個 L 型嘅櫥櫃，呢個廚房裏邊嘅設施咧有洗衣機、蒸焗爐、電磁爐、抽油煙機。呢個係一個非常靚嘅單邊車位，仲接駁咗呢個充電裝置添喎。成和閣一座大廈嘅外形，成和閣嘅樓齡咧就係37年。呢度嘅小學咧就係12區校網，中學灣仔校網。成和閣嘅一座入口大堂，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咁實用嘅單位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拜拜。